我一定会尽我全部的力量来支持你的梦想，无论这条路会有我尔啊艰难。营主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10万的赞的客户有真大的风险。我的梦想是单枪匹马，有一天会当参加全球上大音乐节 Voice the Day。营主，营主。 敢若会当叫 Summer Sonia 咱来去招募上介厉害的 rapper。孔明一定有法度处理好势，对吧？孔明。我认为这有淡薄仔困难哦。